陪你讀新約。5月15日，陪你讀新約。約翰福音1章29至51節。神的羔羊。次日，約翰看見耶穌來到他那裡，就說：看啊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這就是我曾說，有一位在我以後來，反成了在我以前的，因為他本來在我以前。我先前不認識他，如今我來用水施洗，為要叫他顯明給以色列人。約翰又作見證說：我曾看見聖靈仿佛鴿子從天降下，住在他的身上。我先前不認識他，只是那差我來用水施洗的對我說：你看見聖靈降下來，住在誰的身上，誰就是用聖靈施洗的。我看見了，就證明這是神的兒子。初次選召門徒。再次日，約翰同2個門徒站在那裡，他見耶穌行走，就說：看啊，這是神的羔羊。2個門徒聽見他的話，就跟從了耶穌。耶穌轉過身來，看見他們跟着，就問他們說：你們要什麼？他們說：拉比，在哪裡住？拉比翻出來就是夫子。耶穌說：你們來看。他們就去看他在哪裡住。這一天便與他同住。那時約有申正了。聽見約翰的話，跟從耶穌的那2個人，一個是西門彼得的兄弟安德烈，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門，對他說：我們遇見彌賽亞了。彌賽亞翻出來就是基督。於是領他去見耶穌。耶穌看着他說：你是約翰的兒子西門，你要稱為基法。基法翻出來就是彼得。呼召腓力和拿但業。又次日，耶穌想要往加利利去，遇見腓力，就對他說：來跟從我吧。這腓力是伯賽大人，和安德烈彼得同城。腓力找着拿但業，對他說：摩西在律法上所寫的和眾先知所記的那一位，我們遇見了，就是約瑟的兒子拿撒勒人耶穌。拿但業對他說：拿撒勒還能出什麼好的嗎？腓力說：你來看。耶穌看見拿但業來，就指着他說：看啊，這是個真以色列人，他心裡是沒有詭詐的。拿但業對耶穌說：你從哪裡知道我呢？耶穌回答說：腓力還沒有招呼你，你在無花果樹底下，我就看見你了。拿但業說：拉比，你是神的兒子，你是以色列的王。耶穌對他說：因為我說在無花果樹底下看見你，你就信嗎？你將要看見比這更大的事。又說：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，你們將要看見天開了，神的使者上去下來，在人子身上。